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正训文物，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三韵合唱团教室、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、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、学界英文道义班、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，办公室与交易厅，义和众志爱心会。
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，九龙半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
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
建筑外观，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
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正训文物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。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。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。建筑外观：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。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
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
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，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
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
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圣训文物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
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以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
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
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正训文物，一楼有读经教室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，
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
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。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、山门、武圣宫、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。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。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。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。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圣训文物：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神韵合唱团教室、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、
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。
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
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
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谕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正训文物，一楼有读经教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
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。
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
信徒作品，英文为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为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
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
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
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，3600圣，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，3600圣
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
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。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佛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正训文物。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语班教室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
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
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
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
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以陈前人像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和老前人、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义三贤张秋胜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，国内外
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活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
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
慈心亭与弥勒园、三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
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，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白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照片，
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、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
天坛、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5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、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